新造嘅人，除咗耶穌啊，有邊個能夠幫助你重生出世一次？嗱，你哋知㗎，喺邊度出世，你哋有冇得揀呢？有冇得揀？冇。有，你可唔可以揀喺美國出世啊？或者加拿大出世，又或者喺澳洲出世，又或者揀條鎖匙金嗰啲咧，金鎖匙啊，合住嚟出世啊，出世得唔得啊？得唔得？唔得啊嘛，冇得揀㗎嘛。係，但係如果第日去邊咧，我哋今日就可以自己揀啦。只要啊，你信靠主耶穌啊，你就可以成為神嘅兒女，返神嘅屋企啊！以後啊，與神同在，仲可以日日都同我哋班弟兄姊妹歡聚唱歌，因為啊，只有天上我哋啊嘅友誼啊，先能夠長存到永恆噶。好，就嚟一首《友誼之歌》。拍住手一齊唱咯喎！人生於世上，有幾個知己，多少友誼能長存。今日別離共你，雙雙兩握手，友誼常在你我心裏。今天這等相依，他朝也定能聚首。縱使不能會面，始終也是朋友。說有萬里山，隔咗兩地遙，不需見面，心中也知曉，友誼愛萬年。今天且有暫別，他朝也定能聚首啊！講到呢一句，我真係非常咁感恩㗎。點解啊？我成日都話啊，如果我今日出咗門口翻唔到屋企啊，我就會翻去我天父爸爸嗰度。我第日啊，仲可以見翻我個 Honey，又可以見到我個女啊！你哋話係咪好正呢？係啊，呢啲咧咪就係好似歌詞咁講咯，同牧主福音。憑信得救贖，心意更新，基督裏從神同行。主內互憐互勉，相敬相親，精神同眾唱這心話。今天
從何而來？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。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，保護你的是耶和華。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，白日太陽必不傷你，夜間月亮必不害你。詩篇121篇1至6節。阿門。